我嘅理想咯，喺個事業上邊點樣去開拓自己個人嘅事業咯。問題咧好多挑戰啊，譬如1997嗰個亞洲金融海嘯啦，公司嗰陣時都面臨一個好大嘅危機，究竟會唔會支撐唔住呢？因為當時嗰個成交呢就跌得好得人驚嘅嚇。咁嗰時我係諗咗好耐，但係最後尾我發覺我要果斷咁樣去削減一啲分行嚇。咁同埋咧係開拓其他嘅業務啊，咁先至能夠令到呢個公司可以即係安然度過危機。97之後就經歷咗沙士，咁好在咧就當時我哋有一個自由行中國政府同香港通過呢個 SUPA 係搞咗一個自由行咯。咁嗰時咧我哋就掌握到呢個睇到個形勢咧，知道國內嘅買家會落嚟。咁我哋當時咧就開始再次發展我哋嘅分行網絡啦。喺呢一度咧，喺一段時間令我深深體會咧，就其實你諗到一樣嘢，你就一定要去堅持去做正確嘅嘢，咁咧就會一定會得到回報。咁我哋都知道啦，柯董事最近好似寫咗一本書喎，叫做《百年經驗話樓市》啦。書咧就叫《百年經驗話樓市》，個名咧就唔係我改嘅，係我啲老友大家得到呢個《經濟日報》佢哋嘅協助之下去改咗呢個名。咁個內容係講咩咧？其實係講翻我哋5個人喺2008金融海嘯全球席捲嗰個危機入邊之後，我哋係喺《經濟日報》個別發表對於嗰個房屋政策，以至點樣當時嗰個樓市嘅局勢嘅分析嘅。咁唔知柯董事，你覺得一位優秀嘅職業經紀人咧，應該具備點樣嘅素質同埋能力呢？第一，你必須要對個行業係好認真嘅認識嘅，行業嘅運作，有組織嘅能力啦，有領導嘅能力啦，呢個尤其是我哋呢行係一個人力為主嘅行業嚟嘅咁個個都係精兵猛將個個都係能言善辯，係比較係需要一種思想去指導咁你要得到團隊嘅信任呢，你一定要有個包容啊，就係下情可以上達上情點樣去下達呢？咁樣仲有你仲必須要敢於去嘗試啲新嘅嘢。你做咩事都好啦，你要新鮮事出嘅唔係話指人去做自己就要去做睇到一啲南海嘅商機，你就一定要想辦法去帶領你嘅團隊去創新去嘗試，咁不斷令到公司喺得到一啲新嘅生命力柯董事，你作為一個企業嘅領導人啦，平時肯定有好多嘅壓力啦，唔知你係點樣去舒緩呢啲壓力嘅呢？其實如果講起壓力咧，不管你係學生或者係做咩生意打工都好啦，都有壓力嘅。咁對我嚟講呢，我覺得壓力係來自啲咩？來自遇到困難咁點解會遇到困難呢？就係碰到一啲未見過嘅問題。咁所以呢，我認為呢，就一定要碰到問題，你一定要想法去盡快解決。你解決咗個問題呢，你就會放鬆咗好多壓力嘅。平時要點呢？平時係有時間呢，每日都要做下運動啦，強身健體啦。你個體魄好啲，你承受壓力都比較強啲你嘅心跳或者血壓都有改善。咁但係到咗某一啲時段呢，你都總係要停落嚟休息休息咁點樣放下假咯。公司嘅喺企業文化方面有點樣嘅特色呢？我就同公司嘅定位呢，就係我哋嘅公司嘅使命呢，就係跨越傳統，邁向知識型。咁呢兩句説話係咩意思呢？其實最主要，因為大家都知道呢10年嚟嗰個 Internet 嘅進步呢，其實應該已經係一個知識型經濟㗎啦，現時。咁就成日要改變嗰啲嘢，咁你點樣要邁向知識型？即係要大家呢要知道呢，要不斷係在職在進修嘅呢個就係我自己嘅睇法。咁但係淨係有呢個所謂使命感，仲要加多起碼要有個願景啦。呢個願景就係我哋喺過去呢，我哋係專營呢個黃大仙區嘅一直。
但係由舊年開始，我哋嗰個 vision 咧，我哋又改咗到呢個專營東九龍嚇。隨住呢個我哋嘅啟德啟德機場呢個地方咧，係將會發展成為香港所謂講緊嘅第二個中環。咁其實我哋需要我哋嘅團隊，以後個方針就係包括我哋公司嘅發展就會喺東九龍發展嘅。自己喺管理上面有冇啲個人嘅心得呢？老生常談啦，其實第一呢，你點樣穩住你已經擁有嘅人才？所有喺知識型嘅經濟之下呢，所有資深嘅同事就係公司嘅資產嚟嘅。咁呢個係相當重要啊！減少個流失啦，以至不斷吸納一啲新人。因為吸入啲新人之餘呢，係會從中可以睇到分析到邊一啲係有潛質嘅。同時，你係點樣睇當前嘅網絡發展現狀呢？其實我哋喺1996年，我已經係好有興趣喺呢個網絡個情況。譬如我哋第一個 web 咧，我哋自己公司咧係已經係1996年已經成立㗎啦。其實，咁但係喺呢2年咧，我哋更加睇到咧，過去嗰2年咧，其實嗰個一般嘅人咧，其實都上網嗰個習慣已經好普及嘅。咁買樓嘅人咧，差唔多可以話俾你，大多數咧其實都想喺睇樓之前都其實上網做晒功課㗎啦。唔知你對跟住落嚟啲房地產市場發展有點樣嘅睇法呢？現時香港已經係一個國際大都會嘅，呢個好清楚嘅。咁我哋背靠我哋中國嗰個經濟發展呢，其實都係比全世界其他地方係要好嘅形勢上邊。咁另外呢，其實2008嗰呢個金融海嘯發生咗之後呢，其實全世界都係不同程度做緊呢個量化寬鬆啦。咁啲熱錢呢，其實周圍走㗎啦。其實都係香港亦都吸引唔到不少嘅熱錢嚟香港係做一啲物業投資嘅。咁喺2009年開始，其實政府一路做緊一啲逆周期壓市措施，其實就係因為太多人想買樓，所以啲樓價升得好快好急。但係可惜係政府未能夠加速做到呢個土地供應，所以我覺得除非新一屆嗰個特區政府係做積極咁推出呢個居屋啊，以至公屋呢，否則嘅話呢，我可以從2方面去睇嘅，就係話呢個豪宅方面呢，因為內地嘅富豪會不斷落嚟香港買樓啊，所以我好睇好呢個豪宅嗰個未來嗰個升值嘅情況。至於你話中細價樓啦，咁佢雖然供應多咗，但係事實上呢，嗰個量都唔係好足夠，咁佢都會升，只不過可能會比較保守啲啦。嘅網友大家好，我係香港嘅世紀21富山地產嘅執行董事柯興哲。我哋公司主要嘅業務係喺香港經營呢個住宅嘅房地產。咁我哋專注係喺東九龍未來發展潛力最好嘅地方。歡迎各位網友咧聯絡我哋公司作一啲查詢。